一个高台南市极限运动场竟然是爱闪一直涉水出来门面，而且场内一拄着落雨，就是积水无退，嘛互带3位查某囝才来练习厨房的家长忍不住抱怨，因为除了积水部分地方接芳的铺面破损无平，更是对选手真大的潜在危险。地啊，它已经20几年了，不过它的地板啊，一直都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啊，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凹凸啊，或者像是裂开的部分。那在选手在练习的时候，行进间啊，他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而跌倒受伤，所以他不能很放心的去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。民国90年完工的极限运动场已经24天啊，虽然市府拢有编列维护经费，不过破倒补倒不是办法，所以体育局已经编列2450万要来整修，只是工程已经2摆流标。对此，体育局长真有信心，在变更设计后，佮增加200万的预算，准备重新发包。未来就是符合奥运的标准，成为厨房也有脚踏车冲泳的国家训练基地。这个场地最主要就是做一个地坪的整建还有一个排水系统。另外就是我们的道具，我们有16项的道具，其中呢包括3项是奥运的项目，包括自由车、包括冲浪，还有滑板，这3个项目是我们要参加奥运的这个项目。那未来呢，我们国家训练中心也可以在这边帮忙做培养选手，从基础的初学、中学、中级的，然后到国家代表队，也可以在这边办比赛，然后在这边然后来培养我们的国家选手。面对体育局重新规划的环境，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除了安排高中会刊，面对规划现况，特别伫极限运动场的定位。安全完善的设施，加未来营运管理，拢相当程度的顾虑。才会成为奥运的标准场地既然安尼要做完，我们就全体的全面的到位，不要就是因呢做的，怎么去做奥运运动在推广的同时，也会不分年龄层。所以，如果有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场地上可以多做一些更好安全措施？场地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真的把它开始建设起来了以后是谁要使用？谁可以进来使用？未来是不是可以去规划，在选手训练的部分，还是说在初学者他们在练习的部分，我们把时间错开来？我也提醒体育局在照明的部分，还有排水的部分，还有我们的光电板的部分，一定要一次到位。那至于中间我们的中间的设备虽然已经要汰换掉，那我们四周围里的部分，我们也要一并的处理，不要中间是5星级，外面竟然是很荒废的感觉。地政学议员甲极限运动场委员会等各界专业意见，嘛期待该整修工程会当如期如期来发包动工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